前来关心新北市邦桥有一间连锁的私立幼稚园，爆出教保员甲囡仔饲爱困药的案件。警方暂约谈园长甲4个教保员，复讯了后，园长是5万块交保，另外4个教保员是2万块到3万块交保。学长有没有什么指示老师喂药？谢谢各位辛苦了。幼儿园园长家属新北地检署伫无案无讲话，新北市邦桥区一间幼儿园爆出老师疑似饲囡仔安眠药，新北地检署昨启动第2波搜查，并分9路，故意伤害等罪，约谈正平园长等5名被告。饲药案件继续扩大，侦查疑点也出来，检方要调查清楚，敢是其为民，哪会4月就消失咧？清查幼儿园内底老师诊断的记录，是毋是清零相关药物处方签？那安尼药啊是为倒位来的？即马佫爆出扣留的手机内底，未少对话信息已经删除。老师就很无辜吗？当然无辜啊！怎么说呢？那是园长指示喂药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园长对他们那么好。复讯了后，正平园长新台票5万块交保，另外4名教保员分别2万块到3万块交保。新北市教育局原本要伫昨暗时举办说明会，因为牵涉个人资料甲医疗文书等理由，用不公开个别资讯，可以完整的来呈现，可以好好的来对话，但是不敢面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准备好，因为专案是骗人的，我们从通知的窗口就可以知道。幼儿园总部紧急声明，向家长回示的以外，强调这间幼儿园是家庭者自主经营，虽然真相爱去调查，依然终止家庭合作，向负责人追究可能的赔偿。新北教育局是回应，受检的28个囡仔当中，有8人验出微量反应，体内残留管制药品巴比妥定，用来安眠镇定，违反幼儿教育甲照顾法，会废止设立许可，相关罚15万。会在统领全国所有的幼儿园对于用药的安全的部分，绝对要极其谨慎。教育部是表示，捌5摆打电话予教育局，爱积极处理这个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